为我们的这个赞美操呢，我们看到他们穿的是现在迦南教会最新的衣服啊，叫做桃园市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衣服。那这件衣服呢，也是为了圣诞节，我们在这边要一起来庆祝。所以在今年的圣诞节呢，我们穿着这件衣服呢，去了许多的据点关怀中心然后在那边来进行报佳音的活动。那我们去到了2个的据点，然后呢，也有跟我们加上昨天我们在同林百货、远东百货来进行报佳音。所以跟桃园市的市民呢一起来分享这个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呢，在这个月就满20岁，我们是在2004年的12月成立，所以到这个月呢正好满20岁，所以这20年来呢，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呢，在桃园市真的做了很多美好的见证，能够来荣耀上帝那今天的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呢，已经越来越壮大，那志工呢也越来越多。那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协会呢，也需要大家的关心、带导和参与过去我们在这协会都是透过大家每年500块的报名这个年费的奉献而现在呢，这个生命教育协会呢，能够得到政府很多经费的支持，还有能够呢，在我们的教会做德福的据点还能够在教会当中能够在社区当中能够来为主发光所以我们也期待生命教育协会呢，能够继续的为主来发光能够继续的来展现这个年轻和活力所以活到老学到老也动到老这个影片好了吗？好，那我们再用更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赞美操敬拜团。好，在这边一点。好，听到声音，有没有开？那我们就用这个。
宝贝，我是神唯一的宝贝。再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来谢谢江南教会赞美操祭拜团。对肉体生的是肉体，对圣神生的是心灵。只是要来请陈张美惠长老来点睛，点着第四支的蜡烛，这是天使的蜡烛，现在咱天使宣扬主基督为世界带来和平的信息。基督是和平的君王。要互咱甲上帝、世间人恢复好的关系。点着中的蜡烛，这是基督的蜡烛。现在咱基督是圣诞故事的中心。中白色的蜡烛代表基督是世间的光，这是欢喜庆祝的时阵。基督甲咱同在，赐予咱望、仁爱。喜乐甲和平，已完成预言，救主已经降临。
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的消息。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我们一起唱叮叮当，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还有你们的口，我们一起唱哦。开花不必丰盛，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他给我们带来幸福，大家喜洋洋。祝你的节日平安！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在这个很棒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一起来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临，我们要一起同声来开口，同声来敬拜，哈利路亚！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下他的掌声，鼓动大家再给我们一个掌声。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为我们带来盼望平安。好消息在哪里？好消息在这里。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代替你我的罪，献上他自己。耶稣他爱你，所以有圣诞节，他要把爱的礼物送给你。所以唱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你看他呀，无比丰盛，面容多么慈祥。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他给我们带来幸福。我们再快一点。耶稣他爱你，所以他愿意从天上为你降生小小马槽里。耶稣他
起来敬拜。耶稣降生，流天的2000年前，为你为我，小小君王，在那草地，天使天军，报告消息，让我们一同齐声宣扬，宣扬大好吉祥喜。耶稣降生在世上，使你我有盼望，黑暗中充满亮光，让我们一同齐声赞美，名叫平安的君王。耶稣降生在世上，一切再也不一样。So we say Merry Christmas today。不够热情，不够大声，在这个特别日子，是不是要更大声来敬拜阿们吗？多么爱世人，四下都是爱子耶。
无论在什么样的年龄，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晓得神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把我们保抱在他的怀里面。我们用这首歌，我们一起向我们的神来献上我们的敬拜。是这份爱，主你走向十架，是这份情，主你甘心舍命，是这份爱，主你默然无怨，是这份情，主你爱我到底。
谢主，因为有主你的疼，你为阮降生，为阮受苦，为阮牺牲，也为阮过来活。因为你看阮做宝贝，互阮会通踮伫你内面，永远拢袂行行。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这只是来念圣诗69首，请来中心信徒，请今日来念全首。现在三位一体的天父上帝，我感谢阿罗你。伫即个日是欢喜快乐你所定着的日，是对上起头就为阮备办的。因为人有罪，上帝有疼，所以你将独一圣疼的圣疼耶稣基督赏赐互阮，互阮会当对伊罪得到赦免，生命得到讨放。对伊来领受丰盛的生命，我要用安尼来感谢罗你。主啊，你本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即首的，反转摒工家己属罗无的形状，真做人的样相，为阮带来平安，带来上帝的同在，真做阮随时的帮助，也真做阮智慧的朋友。我要常常献上阮的学乐，甲感谢。学乐声要充满阮的嘴，搁对阮的嘴唇来发出。伫即个大欢喜的日子，欢喜快乐的气氛中，除了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也使阮伫信仰上是毋是爱有搁较深的来反省？阮知耶稣来是要甲人建立关系，
搁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为着要拯救世间人，用家己的性命做代价，阮也毋是应该嘛用阮的性命来回应主的名，甲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嘛？主啊，求主你帮助阮，毋若甲上帝来建立关系，阮也要甲教会来建立关系，甲兄弟姊妹来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教会若要复兴，需要每一位兄弟姊妹合一的心，做伙来参与教会的建造。阮祈求迄个上帝，赏赐阮有活泼的灵，有愿意的心，有教义的气力，甲上帝同心，甲兄弟同行，做伙来建造上帝的教会。我要大胆来宣告，明年教会庆祝设教60周年的活动，甲教会的目标、教会事工的发展、小组的调整、礼拜三祈祷会、圣经讲读、信徒造就的课程，这些事拢甲阮每一个人有关系。主啊，互阮对这些事来看做要紧，注意热心来参与这些事工。主啊，你讲毋通平淡，心志着热诚，继续服侍主。求主来帮助阮，互教会事工通过牧师的带领，中心同工的计划甲计划，兄弟愿意来参与，会通伫即个中间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上帝奇妙的所在。今仔阮放落世上一切牵绊阮的重担，用全个心来调整你，来领受你的话语，用赞美礼拜来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我嘛要带着欢喜飘跳落落的心，谦卑顺服较无的心灵，诚实献上忏悔心，甲感谢的心做者。我无搁再双手空空来见你的面，我要带着你所喜爱无下事的祭物来献互你，求主你欢喜来感恩。我人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出名求。谢谢。这是咱来体验，体验文伫圣诗的后面，体验文56篇，就是伫约翰福音第1章，体验文56篇。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咧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死伊的人。伊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道正做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是要来请圣歌队来赞美。
你
下一个纪念照，这是为了60周年的这个看正前面。定妆照，好，大家掌声鼓励鼓励，谢谢郑哥，这时咱来请李贵美姊妹来做见证。桂梅姐，牧师、长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圣诞快乐，圣诞快乐，献诞快乐，献诞快乐。站在这个讲台哦，我以为是好几个要陆续见证，结果今天就是我站在这里，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很难想象哦，我以前是有些自闭的，因为被霸凌，到高中我都不太跟同学讲话，独来独往。现在站在这里是上帝给我力量。我记得我印象当中，我以前在当公务员、当社工的时候，曾经站在这个台上接受总统的表扬。可是啊，一下就高兴就过了。这一次呢，感谢主，牧师说叫我来分享。哈利路亚！主耶稣要我来这里来见证他奇妙的作为。我今天要讲的是我在布桃住院15天的见证分享。要讲这个之前啊，我可能要先讲我个人曾经得了什么病。其实也没什么病，就一堆毛病，大小不断。我生3个小孩，2个是剖腹生的。在那个年代，人家都说我2个就好了，因为子宫呢切开，它如果怀孕肚子越来越大，可能在手术的时候容易裂开，然后大出血。所以当年啊，我又不小心又怀孕了，怀第3胎的时候，我就写下遗书。我就跟我先生说如果我走了以后，我推入手术房的时候，会辛苦的喘，我就跟有关先生讲，我说他是山东人台语只会听一点所以我就跟他说，如果我走了以后呢，你可以再结婚，没有关系，可是你一定要结扎，不然我们3个小孩就是才能够专心去爱我们的小孩。想不到，真的是意外先到，实在是呢，未来有很多事情，下1秒钟是不是要大地震都不知道。921地震的那一年的前2个月，7月21号，我先生走了，得肝癌走了。你看，我71年生我女儿的时候，我还希望她怎么样？如果我走了，她要怎么样？结果竟然是她比我先走。那一年我才46岁，所以呢，我肚子是剖3次的。我从头到尾，去年我颈椎又开1次刀，所以呢，还有一个我不太好意思讲，也是便便的时候都出血的，你们都知道前2年的过年的时候又大出血，动脉出血，我以为又是得癌症，吓死我了。后来去检查是痔疮，就看谁我这边优雅，我来讲
公斤的，所以呢，我的脖子，我的痔疮，我身上总共开了几次刀？5次啦，5次啦，哦，哎，主啊，我46岁的时候，神把我先生接走的时候，我就去马街医院，我就每一科都挂号检查，挂号检查，一直检查，一直检查。有一天啊，就是在做那个核磁共振的时候，其实我躺在里面都不会痛嘛，出来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护士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其实我是很伤心，我先生已经走了，如果我要走了，我3个孩子怎么办？我的女儿最小，那时候读高中，2个儿子，一个要当兵，2个差1岁，都陆续当兵。其实我那时候医生就问我：“你有保险吗？你有保险吗？你希望领到保险的钱吗？你们希望吗？”希望。其实那时候医生就提醒我：“你呀，你是这惊死哦，你是惊死啦！你一直检查，一直检查，一直检查，你就是怕死啊！”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得了绿病症，然后每天哭，哭了3个月。然后可是我做社工我要陪那些独居老人独居老人1个人住，没有子女的独居老人，我怎么去安慰他们？我一直哭，我就跪下来跟神求：“神啊，拜托你给我喜乐，给我喜乐，不然我没有办法去陪伴这些独居老人。”感谢主，神擦干了我的眼泪。为什么擦干呢？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独居老妈妈，她一个人，她在挣扎，从床上趴在床上。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好几天，而且地上隐约还有虫。当下我就跪下来感谢神，因为我的先生他离开的时候是教会弟兄姐妹那么多人来爱他，来陪伴他，为他祷告，所以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喜乐去陪伴这些人，所以我才会得到绩优社工总统奖。感谢主！经过了那么多年，其实我都预备好了。我曾经搬了10次的家，颠沛流离，一直换房子，租房子，换房子，住在破烂的旧建村里面，它里面是竹子，里面是泥巴，我都听得到隔壁在弹古筝的声音，好美哦！可是我跟你讲，台湾来的时候，我睡在床上，真的就变成船了，都浮起来。哇！你看我这样子，我就安安的跟神祷告：神啊，求你帮助我，我可以脱离贫穷。我在陪伴这些低收入户脱离贫穷，我自己这么贫穷，我有什么能够荣耀见证神吗？感谢主，我就有一个心愿。我希望我3个孩子以后我都可以帮他们付一点自备款，让他们拥有房子。感谢主，他们现在自己也都赚1间房子，我也赚了3间房子给他，那是上帝给我的。我哪有那个能耐？我们那时候还送报纸呢，还成立派报办事处，哪有那个能耐买房子？就是我每次买的时候都是最低价的时候买。感谢主耶稣，就是这么怜悯我。然后呢，我也觉得神这么爱我，我当然要奉献啊。所以我奉献以后有没有变少？没有有一次我去富邦银行行员跟我说：“你是有人给你教我投资
其实我二哥在美国，我二哥前1年已经回来，我就知道他癌症末期，回来跟我道别。我感谢神给我们那个精心的时刻，他在我家住了1个礼拜。可是那个晚上，我辗转难眠，打开手机凌晨的时候，他回天家了。第2天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不敢让我的弟弟知道，因为他脚在痛，走路一拐，我不敢知道。然后我一个弟兄，一对夫妻坐我们旁边，他们很少跟我们单独在一起，所以我就想要分享一些快乐的事情，所以一路笑回来到桃园。第2天带小组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痛了，我就赶快去买药，买贴药膏，称完了就去挂急诊。这一挂急诊不得了，住院15天，医生抽血验尿，做电脑断层，然后面色沉重，跟我儿子说，我儿子刚好辞职放弃100万年薪，就来陪我。其实不是他故意要陪我，是刚好上帝的时间就是刚刚好。所以那医生就跟我儿子讲，你妈妈前面有个肿瘤，后面也有个肿瘤，都是恶性肿瘤。我每次检查，第1次诊断就是结肠恶性肿瘤，第2次诊断输尿管恶性肿瘤。哇，奇怪，我那天完全很平安，我不担心不害怕，因为我渴望跟我儿子单独相处，已经渴望很久，他太忙了。我觉得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在住院的时间彼此交流，彼此沟通，彼此带导。所以我一下全麻，一下半麻，一下进食，一次进尿，很多的检查，正子摄影、电脑断层、X 光、抽血验尿，折腾了好几天，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最后第14天的时候，医生就说，穿刺检查说是不知名的原因，消化系统的良性肿瘤，所以我肚子还有肿瘤，我也不知道多大，反正就交给神了。这里面我要特别
催眠起，我睡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女儿她跟神说，她要求神来医治，医治妈妈。立约她跟神立约说，将来可以见证所以这次有2个教会叫我去见证，我觉得怎么这么奇妙竟然是这样，所以我的见证都说不完，我的论文整本厚都是我个案见证，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在这些个案当中奇妙的作为，下次慢慢讲，谢谢。我们将再次掌声荣耀归给神。好，咱三个来读上帝话，记载伫罗马人书第8章14节到17节。互上帝的是引出的人，拢是上帝的囝儿。因为恁对上帝领受的信心，毋是要互恁过倒转去做奴隶，要生活伫惊吓中。恁领受的信心是要互恁成做上帝的囝儿，靠这位信心，咱通大声叫阿爸爸啊！信心本身甲咱的神做伙做证，讲咱是上帝的囝儿。既然咱是囝儿，就是继承人，是上帝的继承人，甲基督比拼做继承人。既然咱甲基督同受苦，是要互咱嘛甲伊同受荣光。以上，只是要来请本堂主任牧师、陈必志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上帝囝儿的出世，上帝囝儿的出世。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圣诞节的前夕在今天的主日跟大家一起用赞美、用欢庆来欢庆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将欢喜伫遮甲你做伙敬拜上帝，将欢喜甲你做伙伫遮来敬拜上帝。每一届咱会当来到这个妇女馆真正是上帝互咱的操练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所有的道具都很齐全。但是来到外面聚会的时候呢，总是会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状况。但是每一次遇到不同的状况呢，也是让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经验，让我们能够迎接更大的挑战。所以呢，每一次来到外面的敬拜和聚会呢，其实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操练。在我们要开始分享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许多的同工弟兄姐妹的预备，能够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前，在这里来敬拜。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享受在这里的空间，能够享受在这里的时间，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围绕我们。愿神你在我们当中，并且把你的话语赏赐，让我们得着能力。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待降节是等待耶稣降生还是降临？降临。待降节是等待耶稣的降临，所以在待降节的英文叫做 Advent。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暑假的营队叫做 Advent Taiwan。这个 Advent 呢就是再来，再来就是要来临的意思。所以待降节呢有4个主日，这4个主日呢代表了不同的意义。虽然每个在美国和台湾所定义的不一样。但是呢，都是为了 prepare， 为了预备什么呢？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降生，而圣诞节呢是神儿女的诞生。神不是只有耶稣的诞生，是神儿女的诞生。跟你旁边人说，圣诞节是神儿女的诞生，圣诞节是神儿女的诞生。但是呢，一个小孩子怎么生出来呢？现在我们这边很多小朋友，你们要顺便学一下。一个小孩子的生出来呢，要经过不同的阶段。最主要呢，在38周当中呢，从精子、卵子的结合成为受精卵。受精卵就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而受精卵呢，会在一周一周的长大。最后成为一个胚胎，最后呢，到了这个时间满了之后呢，成为胎儿，就可以从妈妈的肚子里面生出来。这是人的儿女，人是这样子生出来的。
但是神的儿女怎么生出来呢？神的儿女出生呢、诞生呢，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过程。首先呢，就是神的话跟我们的心结合，而精子卵子结合，让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说的，而呢就开始有了一个信而受洗，进入了一个愿意做神儿女的一个行动。而信而受洗之后呢，你还要长大成熟，就是学像耶稣的过程。而学像耶稣呢，才能够有基督的生命，活出基督哦。所以我们把左边这4个阶段呢，我们一起来说一次。第一个阶段是相信圣经，再来呢信而受洗，第3个是要而最后是活出基督，就是神儿女的4个阶段。所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只有受洗而已。如果只有受洗呢，你只有走到第2步。但是我们还要学像耶稣，来看一下你隔壁人，说哇，你看起来好像耶稣，你看起来好像耶稣。如果你不会觉得说得很心虚，哇，感谢主。刚才我们听到桂梅姐在这里的分享，哇，可以看见上帝在她的身上带给她的平安还有喜乐，而我们能够如何在逆境当中，在这样的患难当中、打击当中、折磨当中，继续的用信心为主而活，就是一个活出基督哦。有一个故事，是一个见证，一个小女孩很喜欢跳舞。哇，刚才看到前面这一排的我们的儿童牧区阿嘎佩的小朋友，他们在这边唱歌。虽然今天没有跳舞，但是在上个礼拜6的圣诞晚会当中，他们有跳舞。他们在这边唱歌、表演、跳舞的时候呢，都是他们的梦想。而这个女孩子呢，小女孩，她也想要成为一个体操选手，能在台上有一天上台的时候能够发光，能够好好的表演。但是呢，在她比赛的那一天，因为这个动作的失准，没有接住，结果呢，她的动作就扭了一下，就不漂亮了，就不完美。就表演完之后下来之后，她怎么样？他就哭了，他就在他爸爸的面前哭了。他的爸爸就是他的教练。当他哭的时候呢，哇，这个所有在场的人都给他鼓励，加油，拍手。但是呢，他爸爸说：“你要不要？说你做得很好。”他说：“没有，他就是哭，没有，我错了，我做失败了。”所以他在那边很难过的时候，如果你是他的爸爸，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的小孩子做错了、失败了，或是你是妈妈，他在你面前哭了，他没有信心了，他再也不要了，你要怎么办呢？结果这个爸爸呢，鼓励他说：“你很好，你做得很好，你一定可以的。”所以这个爸爸就站起来说，跟比赛的评审说：“评审，可不可以让我女儿再表演一次，再比赛一次？”他女儿说：“我不要。”他害怕了，他会怕。可是呢，这个爸爸说：“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所以全部人都拍手。这个评审说：“好，就让他再一次。”结果这次呢，果然成功了。所以呢，他们就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就达到，虽然那个不计分，但是他女儿的信心也没有死掉，没有，他女儿信心呢又活过来，继续努力，继续的表演。我相信在我们人生当中也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时刻。好像我们上台这么多的预备，一开始我们的这个赞美操敬拜团，他们真的预备了很久。可是呢，在这个音乐要放下去的时候呢，结果奈波虾突贼了。但是呢，不要因为一次的打击、一次的失败而放弃，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打拼。上帝呢，能够让我们能够突破再突破。跟你的旁边的人说，上帝要我们人生不断的突破，上帝要让我们的人生不断的突破。我知道坐在台下很冷，因为我刚才坐在台下也觉得很冷。所以可以请同工跟那个妇女馆说，可以冷气可以不用开那么强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突破，我们就会住在哪里？恐惧当中，我们就会害怕，就会有那个创伤症候群和那个后遗症。可能刚才桂梅姐说，她人生开了3次刀，后来变5次刀，可能在听到开刀的时候，人生非常的害怕。可能人生生离死别，有各样子的打击在我们人生当中，会让我们活在害怕的当中。今天的读的圣经，也是我们这个月的共读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
不需要成为奴仆的灵，仍旧害怕。什么是奴仆的灵呢？在圣经当中有两个很棒的例子，一个呢就是你看到图片中间这个是谁？看得出来吗？创世纪当中的一对双胞胎，哥哥叫做以扫，弟弟呢雅各。这一对兄弟呢，本来都是他的父亲的儿子，但是一个呢是很有信心的，想要得到儿子的名分，但是一个却是很没有信心的，就是他没有吃到红豆汤，他就要死掉，就把他的长子名分卖给谁？卖给了他的弟弟。右边另外一个那张图呢，是路加福音第15章，也是我们这几天共读在说的大儿子和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呢，每天在父亲的身边乖乖的做事，可是小儿子呢，却爱玩、爱挥霍，不喜欢做礼拜，一天到晚都往外跑，也不去教会。但是呢，当有一天，这个弟弟小儿子犯错、认错了，愿意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结果是小儿子跟父亲拥抱亲嘴，大儿子呢却站在外面，他呢很生气，所以看到他呢拒绝进到他的家，非常的不满意哦。当我们成为一个奴仆的灵，哇，你这个惊的勇敢的事，这一些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恐惧权柄，形象低落，拒绝关爱。可能你活在恐惧当中，你就不想礼拜一就不想去上班，也不想要去上学，因为看到你的老板你会怕，看到老师你会不高兴，你会心里面说功课没有写，看到了也不想回家，因为回家呢爸爸就会念我，妈妈就会说我，所以呢就活在恐惧当中。而当我们的形象对自己没有自信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的连锁反应。这些的连锁反应并不是今天牧师要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但是在我们明年的这个 A1 进行的 A2， 在进行的 A3 课程当中，就是要对付我们生命当中这些的恐惧奴仆的灵。当我们如果活在恐惧当中、害怕当中，我们任何事情都不敢再去碰，都不敢再去做，也不敢再去迎接，而这是成为人生当中一个很大的捆绑。所以可能就不想要再看医生，也不想要再吃药。但是当我们能够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神要我们领受是什么的灵？儿女的灵。我们一起说一次，儿女的灵。上帝要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就不再是恐惧，而是自由。我们的形象不再低落，而是恢复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儿女的形象。我们不再拒绝别人的关爱，我们愿意敞开心来接纳，会感谢，而且我们不是邻里贫穷，而是成为丰富。我们不再创伤跟伤痛，而是被医治。我们不再去虐待别人或是被虐待，我们学会尊重。我们不再羞辱，不再躲藏，而是学会用我们的生命形象来尊荣神。我们不再去咒诅，不再去嫉妒，而是会去祝福人。我们不再活在那个不安全感的害怕当中，而是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能够领受和好和和平和平安。甚至我们如同刚才桂梅姐分享，她都不怕死。好，她在40几岁的时候，她就已经预备好了，好，上帝随时可以把她接走。而神的儿女呢，不害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人生不或长或短，都是上帝为我们的安排。所以我们有儿女的灵，我们对上帝会怎么叫他呢？阿爸父，阿爸北。我们一起说一次，阿爸父。台语呢？阿爸北。这个阿爸呢是亚兰文。这个耶稣这个祷告是什么时候祷告呢？就是他在上十字架前，在逾越节那天的晚餐结束，他去到了一个花园叫客西马尼园，在那个园子里面祷告的时候，耶稣这样子祷告，我们一起来读：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耶稣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的心非常的痛苦，他知道他面临他人生的一个生离死别，一个关键的时刻。然而后面我们继续读，不要从我的意思，
只要从你的意思。当我们每次祷告跟上帝开口说阿爸父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生非常痛苦煎熬的时刻，可能是你最不想要上学上班，最不想要去教会的时刻。但是当我们学会用这个阿爸父阿爸爹的祷告的时候，就知道说不是照我的意愿，是照你的意愿，不是照我的心意，而是照上帝的心意。所以阿爸父的祷告就是让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让上帝带领我们再一次，就算失败了也不用害怕再一次。所以我们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是儿女的灵，因为我们被圣灵给充满，与我们一同见证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这个标题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圣灵充满，与我们一同见证我们是神儿女。因为圣灵的充满，让人不害怕失败，不害怕明天，不害怕死亡。因为圣灵的充满，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用担心。我的爸爸都已经帮我预备好。这一首诗叫做《背里朱自清》，有没有读过？有读过啊，我神都有读过了。好，这个朱自清的背其中有一句，我要带着很有感性的这个声音来读。这时我看见他的背。我的眼泪很快的流下来，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人看见。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也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这个他是谁？他的爸爸，朱自清的爸爸。他看到他的爸爸胖胖的背，拎着橘子来给他送车。这样橘子叫爱吃较烧的，爱穿较烧的人是吃较烧的，爱穿较烧的，爱吃较济，唔通伤晚困。我们当爸爸妈妈的常常这样提醒孩子。结果呢，他才想到说，我怎么都没有好好的跟我爸至少抱一个，好好跟我爸说一声谢谢。所以真的等他上车之后，看着他爸走回去的背影，年纪大了，走得很慢，他呢真想喊一声爸。如果牧师在这边叫爸，有谁会说下面代志？如果像郑牧师对着郑牧师说爸，他会不会理我？他说你是不是凶忘困啊？在这边我只能够对我岳父叫爸他可能会理我。其他人我对他叫爸，他都不会理我。但是呢，如果我们跟上帝叫上帝阿爸给，上帝会不会理你？你怎么知道上帝会理你？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不是倚靠外面的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你开口跟上帝叫爸、天父阿爸父的时候，上帝他就会把他的背影怎么样？把它转过来，转向我，他就愿意伸出他的双手，好像一个浪子看到小儿子回来了。即便这个儿子再怎么样的糟糕，即便这个儿子再怎么样的败坏，但是呢，他伸出他激动的手，甚至等待迎接着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你是否相信你是神的儿女？相信的就说阿们。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是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牧师过去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爸爸也是牧师，但是我跟上帝的关系并没有很好，因为我很怕我的爸爸。我如果能够不要看到我的爸爸最好，因为呢，他骂我的时候很大声，你都说我是怪手，什么叫做怪手？就是手这个什么东西都要拿来弄，拿手都来弄，所以把家里的东西常常弄坏。
好，然后呢会打会罚跪啊，好，会是个大家一个年纪的人，好，大家都一样。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好有自我形象，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怕会被骂，怕会做错，甚至呢在念书的时候长也长得不高，国小毕业我还是全班最矮的，每次都坐在第一排，那个粉笔呢，好桌上都有一层粉笔灰，好因为那个板擦要打板擦，好桌上都有一层粉笔灰，但是呢不晓得我的人生可以怎么样为上帝而活。但是，一直到我读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圣灵，让圣灵与我的心同证说：“陈柏志啊，柏志啊，我很爱你。从你出生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不管你的人生再怎么样的悲伤、孤单，但是上帝都看见。所以在那一天当中，哇，我真的感觉上帝好爱我。”感觉他就比我的爸爸还像我的爸爸，真的是我的天父阿爸父。所以那一天我不断的在阿爸父的面前流泪，不断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爱。所以在那一天当中，我觉得人生整个都开朗起来，整个都看法都不一样。即便过去做了很多的错事，后来也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不害怕犯错。即便人生有很多的失败，甚至有很多的羞耻，但是因为阿爸父让我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愿意的去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受苦。阿爸父这个祷告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愿意和耶稣一起受苦。当我们下一次跟上帝祷告阿爸父、天父、上帝父的时候，要记得不是照我的意思，而是照你的意思。而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就要与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我们当然愿意和基督一起受苦，而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子得着荣耀？我们不用等到上天堂的时候就能够得到荣耀，而是我们活出神儿女的形象，就能够得荣耀，就能够大声的说哈利路亚，阿门。我们一起来说哈利路亚，阿门。再次哈利路亚，阿门。更大声一点，哈利路亚，阿门。神让我们得着荣耀，让我们能够肯定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跟我说一次，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哈利路亚就是我们要赞美神。今天天气很冷，我们要怎么样？哈利路亚，赞美神。今天等一下出去没有饭吃，我们要怎么样？哈利路亚，赞美神。如果出去有饭吃，怎么样？哈利路亚，赞美神。好，如果呢感冒了，哈利路亚，赞美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代降节节期当中到圣诞节的这个时刻，其实是一个神儿女诞生的时刻。神儿女的诞生，从因信称义，然后呢因信成圣，接着呢因信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最后就会因信与基督一起得荣耀。这四个步骤 SOP 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受苦，因信得荣。你愿意走到哪一步？得荣耀。前面一步是什么？受苦。愿意受苦吗？你愿意为耶稣受苦的，请举手。举手，好，举好，好，等一下留下来，我们帮忙收东西哦，好，不要跑，举手的人都卖照，等一下留下来捡垃圾哦，好，等一下留下来去巡教会的厕所。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10点到，你10点来，但是有一群人为了耶稣，昨天晚上10点才离开这个地方，到最后管理员都进来把我们赶出去才离开，而他们要早上要继续的起来。昨天已经圣诞老人公公出去游街，走了一整天，哇，走了1万多步。昨天天气很冷，好在外面皮皮唰，
去马令卡马令，但是愿意为了耶稣一同受苦。在这受苦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耶稣要预先把将来的荣耀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明白荣耀是从苦难当中长出来的。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荣耀是从苦难当中长出来的。今天桂梅姐在这边，为什么牧师只有找她一个人？因为我真的发现她跟别人很不一样。牧师一天常常去医院探访的时候，看到那个探访要开刀以前，甚至医生都已经宣布这就是肿瘤，恶性肿瘤。但是呢，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桂梅姐坐在，她不是躺在病床上，她是站起来，而且还先跑出来到外面，哇，牧师来了就拍手，很开心，笑得有够开心。我想说这是病人吗？然后呢，进去之后一直讲话，越讲越大声，好，就像刚才一样，恭维停啊，好，所以呢，甚至呢，连那个医生真的巡房进来的时候呢，医生都不好意思说我们是在里面开 party 嘛，说没有人在祷告，医生都觉得说奇怪，这个病人不是要开刀要手术吗？好，完全都不担忧，都不害怕。还有让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这个龙德兄跟碧玉姐。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记得，当他的儿子达硕在敏盛医院装叶克膜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危急。可是，在那一天，龙德兄碧玉姐我们就跟他在敏盛医院的另外一个房间，在那边坐下来祷告的时候，他们脸上一点担心都没有，都没在紧张，甚至一直在讲这个短宣队、福音队的事情，让我真的是印象很深刻。我看见神的儿女真的是蛮有信心，面对各样子的惧怕、担忧的时候都不害怕。而神的儿女要使神的荣耀，就是让我们知道现今的苦楚比起将来的荣耀不算什么。今天你生病了，今天你有3间房子，今天你有多少的薪水？桂梅姐的儿子在行政院上班是一个高级的这个官员但是呢，他都愿意放弃，而是为了看见将来更重要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比成为神的儿女生命更重要的事情，而效法耶稣，神就是我们预先能够得着荣耀。在这个礼拜的聚会当中，或是等一下有的小组要聚餐，有的小组已经聚完餐，有的小组下礼拜。无论如何，没有去参与没有关系。你可以想一想，在教会当中，你最害怕做的一件事情。如果对牧师来讲，最害怕做的是什么事情？讲道，那都不用玩了当牧师最害怕的事情，如果是捡垃圾，也就不用玩了。对牧师来讲，最害怕的事情呢，就是要去统一百货，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还要装那个胡子。然后还要出去跟大家讲话，我要拿什么去跟人家介绍耶稣呢？其实要出去报佳音，如果可以不要去，就不要去；可以不要让大家认出我，就不要认出我。但是当我去了之后，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觉得出去报佳音真是太好了，真的准备不够，明年要扩大举行，要再多办一些，要再多邀请一些人，因为真的看到有的人跟我们回应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开心接下来，我要让大家来好好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好，不用让他转头对。第一次失败了，这个小女孩很小，结果下来之后呢，她心里面非常的失望。他爸爸说：“你做得很好。”他说：“我做得不好。”就哭了，跟我女儿一样。结果你是爸爸的话，你会怎么做？不要哭，不要哭，好，赶快把他带下台，赶快把他带到旁边去安慰他。可是呢，这个爸爸说：“可以的，你可以的，来，好好的听我说，孩子，你可以的，我相信你，你已经练习过很多次，再试一次 ，one more time。”要不要再试一次？他说好，可以，别哭，一边喘，好，加油，来吧。
哇，我们给这个小女孩掌声鼓励鼓励。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我们的人生都会失败，但是有一个天父在为我们加油，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当我们的人生在那叹息很痛苦的时候，但是要记得，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是神儿女的灵。神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用担心。明天礼拜一要不要上课？要不要上班？你要怎么听到要上课了？你要说哈利路亚，我要去上课了，要去上班了。哈利路亚，我要去上班了。现在跟自己说一次，哈利路亚，我要去上班了。小朋友、学生说什么？哈利路亚，我要去上课。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用担心。即便遇到苦难，即便遇到重担，我们愿意和基督一同受苦，也要和基督一起得着荣耀。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谢谢你，让我们在圣诞节的今天明白，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因为圣灵，是因为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力量。我们愿意做阿爸父的儿女，我们愿意顺从你的意思。当爸爸要我们上台再一次，我们就上台再一次。当爸爸让我们勇敢的走出去，我们就勇敢的走出去。当爸爸要我们早上起来读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早上起来读你的话语。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你的爱。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求。我们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晨曦，照亮昏黄的心，小小婴孩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赎。讲弟兄姐妹，你愿意让阿爸父带你的生命吗？愿意让神的平安在你的生命当中吗？让我们用敬拜的心、感恩的心来赞美他。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我们也请我们今天要的婴孩小朋友们也来到台前来预备。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带来爱和盼望，是为了爱，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背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耶稣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是为了爱。我们举起手来说。
道你是神儿女的，请举手。哈利路亚！大声说哈利路亚！神的儿女一起说哈利路亚！说3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太上把荣耀归给天父，谢谢天父。神的儿女不怕受苦，不怕吃苦。哇！怎么那么多？今天呢，这些都是神的儿女，都是上帝的礼物，都是上帝的祝福。他们的降生，让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然后呢，反得永生。我们每个人都跟他们一样这么小，只是你很小的时候没有机会来到台上，但是今天他们这些小朋友来到台上，见证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弟兄姐妹请坐，大家请坐。神的儿女就是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更重要的是因信受苦。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不希望小孩子受苦，爸爸妈妈希望小孩子受苦，请举手一下。没有，但是小孩子如果没有受苦，他就长不大。小孩子没有吃苦，他就长不大。爸爸妈妈希望小孩子长大了，请举手。你们都不希望他们长大，我也不希望他们长大。但是呢，还是得长大。身体长大，心里却没有长大，这样子还是巨婴。神的儿女要学习吃苦，所以牧师要为台上的这些小朋友为他们来祷告，祷告他们一生当中，求上帝让他们有吃苦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小的时候就学习，能够学像耶稣，让他们在小的时候就虽然有爸爸妈妈的呵护，有爸爸妈妈的爱，但是他们把吃苦当作吃苦，假扣动罪假扣。愿上帝祝福在这些新生儿的当中。好，那我要请这些爸爸妈妈来介绍他们小孩子的名字啊。李允哲，大家说允哲好。王以超，大家说以超好。张新磊，新磊好。蔡静恩，静恩好。脸露出来一下，哇，好红啊！张馨予，馨予好。张纳荣，纳荣好。严以乐，以乐，马上改名。没有，这个爸爸多偏心啊，在台上都在想女儿，但是以诺。赵文馨，总共有几个 baby？ 8个 baby。那还有今天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也为他们祝福。我们希望明年再次站在台上的时候有几个 baby？16个，我有听到。说的人要努力哦。好，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为这些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是圣诞节，是神儿女诞生的季节。我们看见在台上这8位的小婴孩，在过去这一年当中，神你把他带到世上，把他们带到了迦南教会，让他们在父母、在上帝的关爱、众人的祝福当中，平安健康的来到世上，也要为他们来祝福，能够在世上平安健康的成长。主啊，我们要为这些孩子来祷告，让他们一生当中能够学像耶稣，能够活出基督。透过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妈妈，让他们心中没有惧怕，即便他们人生遇到挫折、遇到失败、遇到犯错的时候，主啊，他们的爸爸妈妈就是他们最好的遮盖，他们的父母亲就是他们最好的后盾，支持他们的孩子，鼓励他们的孩子，也肯定他们的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爱的环境当中来成长。让他们能够有信心，面对每一天都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每一天都是哈利路亚，平安喜乐的活出美好的见证。主啊，愿你赐福在他们的家庭当中，不论他们所欠缺的，
所缺乏的，神啊，都求你垂听，因为你是使无变为有，使水变为酒，你能够让恶性肿瘤变成良性的肿瘤，你能够使那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主啊，我们要献上赞美，献上感恩，愿上帝你的爱、恩典、祝福满满在这一些孩子的身上。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是为了爱，亲爱耶稣降生在马槽，是为了爱，被负重担让我的平安。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谢谢天父，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这一次，谢谢天父，哈利路亚，谢谢天父赐下生命的礼物，谢谢耶稣，以爱带来救。我们这次派上把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谢谢天父，谢谢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来福气，福气是基督徒感恩的教会，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福气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真理跟恩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实跟我们的恩典来在为主做工上面能够献上更多的努力。主啊，由你来看顾这一切。主啊，我们奉献我们的时间、金钱、才能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我们请助理长来报告。好，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的报告，
有来宾介绍。来宾介绍，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来宾还没有办法一一点名，但是有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从最远从南半球，从南美洲巴西来巴西来的一对陈长老夫妇在什么地方？他们是从巴西的圣保，在这么远在3楼的最后一排他们从这个巴西圣保路的沐浴教会也是沐浴教会神学院的董事长今天在我们当中大家去旁边的时候我们在这拍手来欢迎，用我们的拍手欢迎所有今天来的新朋友也欢迎各位然后我们也欢迎今天每位上台的朋友们弟兄姐妹谢谢大家。好，我们快速报告因为我们时间剩不多了。好，本会的第一个报告，来，请帮我到 PPT 这边。好，本主日为圣诞赞美礼拜，是点燃第4跟第5根蜡烛，让我们来庆祝救主的诞生，并预备迎接耶稣再来，真实活出神儿女的生命。好，那第二件事情也是我们本会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是，我们从今天开始本周起我们开始要试行用 QR code 或用 LINE 的方式，我们要来做点名。那点名什么呢？就是主日你有来，跟小组你有参加的那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教会 LINE 的官方账号为好友，如果你还没有或是你不会的话，没有问题，可以请你的小组长把你代为点名OK， 再来就是。我们明年60周年，我们有一个德国宗教改革之旅的行程说明会，上次已经有一次说明了。那我们第2次的说明会是在下个礼拜天12月29号12点半到1点半，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是在教会49号的2楼礼拜堂。如果你有意愿参加，有心想要多了解的，请下个礼拜一定要来参加这个说明会来了解好，小会的第1项报告就是在明年2025年1月5号是我们第1次的圣礼典。那如果有预备要受洗的，或有小儿洗礼的，都欢迎报名。那我们的报名一定要记得就是在今天就截止，请你跟区长或小组长来做报名。接着是我们也是下礼拜很重要的，在我们的周报第5页上面有我们的区长，有我们的组长的名字连名字在那个第5页上面的都请记得，下个礼拜天的台语场是台语场请记得要来参与就任，区组长就任以及执事的补选就任好，再来是崇拜部的报告。圣诞节过完了，是要我们教会过来是什么？要庆祝的，就是跨年祷告会。跨年祷告会，我们是记得是10点半，晚上10点半就在我们的49号2楼礼拜堂，欢迎大家用祷告来做跨年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仪式也是一个跟神的关系。再来就是我们迦南教会有一个健康咨询的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也就12月的这一次是在什么时候？你们看得到吗？有一个箭头，就是下礼拜12月29号，然后是在10点半就在我们的1楼交谊厅49号1楼交谊厅。好，再来一个是财务部的报告第1项，2024年如果你要你要有奉献证明是开立在2024年的话，要注意刷卡、划拨、Line Pay 全部都在今天截止。那如果是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我们在12月31日，就是星期3截止。好，财务部的第2项报告，请大家要关心跟带到。我们截至到上个礼拜12月15日，我们的经常费是多少？大家会念这个数字吗？1,1265356元，到上礼拜为止。但是我们这是收入，经常费的支出是1,253,3231元，含折旧所以是够不够？不够，商户足多少？126万7875元。请兄姐我们一起来关心代祷，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再来社区的第1项报告，社区的讲座。礼拜3每周3我们社区都有讲座，在这个礼拜3 25号，我们的主题是家人需要我照顾，但我真的太累了。我们的讲师是邱雪妹老师。社区的第2件事情是全人生命教育协会李监事的会议，请李监事要注意，12月29号下个礼拜天1点半在401
教室召开。以上报告。好，我们掌声谢谢这群的圣诞老公公靠嘉宾，谢谢。这是咱来读今仔的经句，咱台语华语课拢读一摆吼。台语来，圣神本身甲咱的神做伙做证，讲咱是上帝的囝儿。华语，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一同证实，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罗马福音第8章16节。好，这时候我们请牧师来祝祷。好，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领受上帝的赐福。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今天是美好日子，愿神你的爱与你的灵与你的话语与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慈悲听谈，信心的感动甲帮助，感恩就兄弟姊妹三个伫地，互恁真做上帝一路对这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好，在我们的最后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献唱这首歌。上帝来到这世上，就是我们最好的礼物。阿门吗？我们一起来唱哦。牵起你旁边的手，我们一起来唱。叮叮当，你牵起旁边的手，我们一起来唱。神多善良，在这双手的光彩之中，我心不住的颂。叮叮当，叮叮当，灵山多善良。大家，我们现在拿起你们的手机，我们来打开你们的手电筒。有人知道你的手电筒在哪里吗？手电筒就在这里。我要看到每一个人都举起来哦，才能继续唱。来，每一个人都拿起来，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手电筒。对，神来到这世上，就是给我们生命最长的希望与其光亮哦。好，来，再一起从头来唱。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天的聚会到这边要来结束。好，那我们台前的这一排的圣诞红都可以，喜欢的人可以带回家。好，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够用了。好，所以呢，这是圣诞礼物。那我们也彼此祝福。好，那我们要离开以前呢，好，请我们可以互相的来请安，晚上的最后让大家圣诞公益，圣诞平安，耶稣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叮当，铃声多响亮，在天上的月亮在心中，我幸福中高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个美丽的世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叮叮当，叮叮当，东西一定要带哦，前面的圣诞人欢迎拿走。在这永恒的光彩之中，我幸福中大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永恒的意识中，耶稣是最美的永恒。在这永恒的意识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把东西记得带走哦，看看有没有东西落下的，不要东西带走。各位，有给你的车是有。